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我来，啊呐，什么水食较济啊？哟，啊未开始你就嘿嘿嘿，懵讲生笑啦，已经好啊啦。好来，但是那我嘛小可会尿尿好啦，啦。来甲大家拍招呼一下，换人讲啦。好，互你先开头。好，来，你好，大家好，大家有平安无哈？大家平安无啊？赶出来啊！我深造出关啊就对啦我无出国啦，我伫厝诶深造。安尼哦，咱即马来访问一下，即个阿迪，即个期间有啥物想法？你谁那要跳讲用台南腔？无啦，伤久无讲啊，有时换一个啦。有啥物感想？其实整体来讲，拢爱使啦。只是讲我拄开始，甲大家分享一下我拄开始诶，谁那会发现讲有去画着吼，咱即个 COVID-19。毋过等一下，咱还袂讲介绍我是啥物人。伤久无拢袂记起啊！伤久啊，迄2礼拜无录啊。我算红啦。算红姐啊，阿哥阿迪啊，我倒来啊。我来咯。迄2礼拜啊啦，但是当然伫网络顶讲，我嘛是持续继续拢有伫写一寡文章啦。只是讲声音的部分都因为你看，就即安尼吼无啥。目前啦，我阁会小可其实正常来讲是无啥会扫啦，但是讲话讲久的时阵嘛是小可会较打一丝。安尼啦。但是我是有即个快胎快胎的快筛啦，的胎的胎快胎有确定是一条线人前留一线，一条好小看，我有留一线，我才有出来录音。好小见啦咱有敢若一条线所以我才会使出来录音。所以但是若有当时若讲话讲久加减会小可打啦。你就当点啉一个水啦。无紧，所以我若向临时停落来，大家都莫见怪啦。咱都自然都好啦。对，拄开始其实是因为即个我本来要休困啦咱拜5我拜6的时阵想讲隔工早起要来去爬一个山去行行。就想讲要甲你问到底是安怎发觉的呢？搁要困进前拜5暗要困进前，就讲敢若人小可神神懒懒肩胛头小可酸。我都虽然有伫运动，有当时你确实用较济所在会较酸啦。对啦。但是敢若迄届都嘛，迄工嘛无特别训练着即个肩胛头的所在，啥特别酸然后嘛开始会扫会痒小可疼。当然有当时咱若小可去吹着风啦，寒着啦，加减嘛会。我嘛无特别注意到伫厝诶，就先较早困诶。隔工早起来时，发现讲安尼敢若毋对，然后疼诶感觉较明显。电都无较好。有你若是小可去吹着风，其实隔工困一困啊，就其实就好啊。所以就讲敢若无啥着我想拄好出来就即个快胎即个快筛迄个啥物试剂啦，试纸即款测验的物件想甲技师摕来研究一下边拄我是拄咧我迄时阵病毒量可能是上悬的时阵，因为伊就是爱。我毋知大家有用过，但可能大部分人拢小可至少用过1-2届以上啊啦。你爱用好，你是毋是爱甲滴伫迄个物件顶悬，伊会一直烫过，烫过了伊会即个看第一条线、第2条线咧。迄2条线拢是一时尔就一滴落就水出来清清楚楚，有心啊！人2条线是有心，咱有2条线是爱关伫厝内啦。想讲安尼，因为当然快胎毋是最后定论。伊有一定的即个准确率的问题，所以你嘛是爱去做即个所谓的 PCR， 今日赶去做 PCR。那
做完 PCR 了，其实等3天才出来，其实等实在这动作吼有够无法慢度啦，因为咱量真大人啦，太量伤侪啦大，吼其实我真好运，我去的时阵去病的时阵是拄好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人嘛伫要休困啊，其实我去迄间是中昼有休困的，所以最后几分钟啊嘛拢无啥物人，所以我随去随有随做，我拢无等着，无等着，无话就讲去排几点钟，有的人啊排足久的，你若人量济时阵是安尼，因为我拢无拄着，所以人足紧的，嘛无拄着啥物人，真安全。真好运啊！我就鼻仔风堵了，堵好了就转出来，转出来了，其实因为你快筛已经是阳性的，阳性拢可以啦。那既然人讲阳性，确诊的两条线就是阳性，阳性意思是讲你有病毒量伫身体，所以就你就已经袂使出门啊！你毋是讲等个 PCR 出来才会使加免出门，才袂使出门。你家己知咱都袂使出来害人。其实你就除了你去为着去测 PCR 以外，你是袂使去出门。其实我刚开始就开始关啊。PCR 是爱通知人家己知啊免。我拄开始 PCR 时是你莫坐公车，莫坐一般的大众客运啊，啥物毋通吼，你就家己想办法去。有的人行路，有的人骑奥多摆，看你老偌远嘛或者是像我家己开车去都 OK，这都无要紧。反正你是测了，等下就出来等你下载迄个叫做健保快易通啦，或一个 APP 那一个 App 你就是等伊出来，我等3天啦。这3天来，你关键上你就无法度出门。你就袂当出去啊！因为阮大楼管委会算讲是，我住大楼大楼管委会算讲真有伫运作，做运作了袂歹。我就先甲即个消息传互即个总干事负责的人，即总干事讲一下。因确实已经运作啊真好，而且可能嘛有经验。所以伊会随互你一寡消息讲，你爱注意啥，你爱注意啥暂时就毋通出门啊。你若买物件安那买阮的管理员，你若订好，因为我毋是住喺楼骹所以订好了，你甲写资料，伊会甲你送你管理员熟遐，管理员会帮你摕起来，摕甲你门骹口了落去的即个对讲机，伊是电铃会甲你通知，你就甲门拍开摕就会使，所以非常方便。你若有需要一寡生活用品无法度伫网络顶悬订会着的。嘛无要紧，就是你开单互伊，当然你袂使逐工想着逐工叫伊去买啦，你会使一摆开单，比如讲你哪一款，你按算讲10工压，是你按算讲比如10工压，我有啥物物件可能出来本所地啊啦，啥物要无够我袂付买啊，卫生纸啥，你全部拢写互伊，会使去替你买，买好互你以外，伊阁说先贴即个钱，等你出来了结束了，甲计算拢无要紧。安尼算服务真好呢。伊甚至互你讲，咱当有即个视讯看诊对吧？讲透过即个电脑会使互医生看诊，伊就使开即个药就清冠1号啦，当然清冠1号会使开即中药互你。伊嘛拢会互你相关的资料，甚至甲你讲环保局电话打一支电话号码，你若是需要收本数，伊变成算讲即个医疗本数，毋是甲袂使甲一般本数揽做伙，你嘛无度去迄本数，伊会使甲环保局约时间，伊会特别来专门甲你的本数提走，甲你讲你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所以等于讲我整个过程其实算讲是真顺遂。我人嘛服务真好呢。伊资讯有够，我讲有当时逐个会 complain 会讲一关伫厝诶真侪代志无多少。有真侪部分，当然你家己工课的代志，你必须要去发落啦。但是生活部分有当时是咱的资讯无得到完整的资讯，所以我资讯有够，需要的物件拢摕会着。我其实就等于讲嘛，家己趁机会家己放一个假啦。要放个10工假无遐简单，要当时代真歹放假咯。因为当伫拼头路较困难啦。对但是因为有诶代当然，大家嘛知影讲你搭到必须关你厝内嘛，较袂甲你烦啦，较袂甲你吵。有一寡代志，你若手机电脑连络者，就使解决诶，安尼嘛无啥物问题。所以等于讲，嘛算讲是好好有休困一下。因为我身体状况嘛袂歹，所以其实差不多2工3工我无啥物无爽快所在。但是就是袂当出门就对啦。因为你嘛是还佫病毒伫咧。对啦，你个人无代志，换别人出代志。对啦，袂使安尼黑白拍照啊，袂使出门。爱花钱哦。伊有电子围篱，做电子围篱，所以你若真正离开，伊是会知影。你手机随时拢锁定诶。真注意呢，莫想讲，无人看我会着啊，头老跑者。而且你嘛无法度出去啊，因为你出去你爱坐电梯，电梯嘛是拢有监视器啊，阮个大楼嘛，你嘛莫讲惊到要死对吧？所以阮家己嘛拢有家己关喺厝内啦。家己爱注意啦，嘛莫出去爱。
守本分啦。对啦，所以整个过程其实还 OK 我嘛有当时拄开始我会叫外口叫外送，叫外送是送食的来，到尾我嘛便当我嘛无想讲逐工嘛毋知要食啥，食了嘛省啦，因为伊搭超市嘛拢买会着，你毋管全联毋管家乐福啊有诶无诶大卖场其实拢叫会着啊，当拢足方便诶，所以我就是欠啥我就规气我最近想要煮啥因为真久无伫厝煮食当开一个呢，嘿，我就规气想讲最近真久无家己无落灶骹来煮物件食好，不如我就规气买变成讲电倒伫厝诶，你平常时讲实在，就算伫厝诶，你要做啥嘛？要做一项啥物物件来食嘛，因为若物电话，若物创啥，其实人是无法度无专心，你是无法度专心伫物件顶想要做诶物件，所以等到即个时阵。会使好好做，比如讲我想要做一个料理，做一个什么麻婆豆腐还是要做一个什么物件，思考者，你专心伫咧做诶物件，专心伫咧食材顶悬，伫咧你料理诶即个工序顶悬所以等到确实有一款好互家己身体啦、心灵啦，拢较放松一丝要结束时小可毋甘爱上班如果开始压力过来啦，迄10天我拄好是5月，人就是安尼，因为我是5月7号去做检查，PCR 检查，伊诶即个认定方式就是你做检查迄一天开始算，因为5月8号就宣布讲即个。你就变关7天就好但是我5月7号要关10天，所以我就变成要关10天。讲实在嘛，会使啦。至少我讲生活无啥物问题，另外嘛想要出去行行的啦，这是无法度。其他伫厝其实嘛是想要当时困就困。嘛不哩注意阮就对啦。食饭，因为你若大概要叫人叫即个外送食的来，管理员就必须要帮你提起来。等时间，对人嘛较歹势，讲一工2组，我讲连叫佫较济，我嘛歹势。所以我规气家己若买食材来，我随时想要用一物件食，你要用几顿拢会使啊。无啦，安尼嘛是迄管理员嘛真辛苦。确实伊嘛是真感谢，因为一栋大楼绝对毋是敢若阮着伊目前这人数大家嘛看会出来。其他有嘛拢有啦，厝边兜嘛有啦。伊即个。要去画着诶人诶经验来甲大家分享者，讲若真正你互大家参考，因为讲实在大已经红不胜红啊，讲实在你想袂起安尼，都大家拢有机会啦，人有机会啦所以趁即个机会，平常时我拢互即个写稿日的就是如果即礼拜要录音我稿还袂写。即个会使有时间加写2篇先准备起来，通录音，通使用安尼无我真正是嘛平常时平常时伤无用嘛无一定有时间通好好写。有些讲因祸得福嘛，真歹讲就是安尼啦嘿啦，咱甲想做正面的正能量就好啦。嘿啦，毋知大家有思念阮的声无？需要特别录一段，互大家安尼听就较了解一下较低声小可闹嘛是真正的较大一撮所以声可能较低一撮有的人较爱听就较低声讲较有磁性啊你有的人是安尼讲啦所以我就录较晚一撮互大家听。咱家己记得即礼拜要讲的故事即礼拜咱来讲一个甲即个，咱今日要讲啥？讲即个我实在是拢互你掠算的咧，拢毋知影头壳尾做遐尼久做要真才有听一个新的故事的感觉拢毋知影你要讲啥。但安尼毋才有听一个新的故事的感觉啦，对无顺便甲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毕竟出关无偌久所以我今日录音原则上嘛是喙暗拢刮咧若声小可会较翕一丝这是正常的大家就小见谅一下。来讲今日主题今日淡薄特别因为咱即集会讲到台湾的故事，嘛会讲到一撮国外的故事之前其实嘛有咱的即个听众讲想要听看卖国外的故事嘛捌有人安尼留话不是讲咱节目的重点是放伫咧台湾本身台语的故事的重点是台湾所以希望
会使互大家更较熟悉台湾嘛，所以就较无机会去讲到国外的故事国外的代志。那大家真正若有遮尔想要听国外的故事恁甲来留话互我。嘿，我那个找时间啦。嘿，那人数有济，我毋才可能来做，真开时间啦。尤其做国外的故事就忝诶。迄爱过去翻译啥有诶无？你去考虑讲，遮个词安怎翻安怎讲有适合咱的即个语境，适合咱语感所以毋是遐简单爱用真较济时间。济心思啦。是来咱讲到咱的主题即边呢，咱要为日本时代的拉吉奥。嘿，拉吉奥。讲到美国纽约的即个火星人入侵事件。讲叫很火星人。火星人就是火星人。火星人。火星拢会使那江庆伟是惯讲火星来，这两件代志有啥物关系？咱个听落去就知影。好，来，拉吉奥就是咱伫讲即个收音机，无错拉吉奥。那当然敢若电视共款你毋是讲买一台收音机来甲全开自然就有声，无少代志了电台放送你拢无频道无电台，你买迄台咧无效废铁所以无效。所以讲真正的重点其实是伫咧电台的建设。咱有做电台就是敢若咱共款嘛其实 podcast 精神你嘛使甲当作是广播电台。对。早期其实嘛是有广播电台做好了网络出来了伊会甲即个电台节目放伫咧网络顶悬大家会使回头去听，因为一般广播都是敢若电视嘛，你即个时阵是啥物就是啥物嘛但是嘛有人甲放去网络顶悬，网络就等于重播共款的意思。当然后来发展像咱伫做 podcast 是自头至尾就是拢用网络就佫无共款的迄个感觉。所以讲伊会存在嘛。对，等于讲是伊的，等于讲是 podcast 精神啦，咱的前辈对，所以就是要有即个电台放送那头一遍即个台湾有电台放送是伫咧1925年的时阵，1925年1925年的时阵放送偌久？放送偌久啊？10天尔因为无人听。其实毋是安尼是因为啥有即个放送咧？是因为你若对台湾的历史较熟的人就知影，即个台湾正式受到即个日本统治的时间是1895年，1895年马关条约清国甲即个台湾割让互日本的，到了1925年，也就是讲过了拄好30年，整整30年。这就是当时伊办一个做西景30年博览会始政30年博览会。西景迄只书景就是讲开始治理台湾，开始统治台湾，或者始政政治。开始的始，开始的始。开始的始开始的始开始治理台湾这个政治的政所以西景30年博览会。安尼讲西景好你会使念书景啦书景嘛可以书景30年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内底做这个广播电台放送，算讲是要宣传讲因统治台湾这30年来会做偌济代志安尼主要是真的对敢若政绩宣导伊的成绩我的成绩做了好无互恁看一下安尼只是可能当时嘛无人想到讲无较到下一个30年过过20年尔日本就搁甲台湾搞出去就是总共统治台湾50年第30年的时阵做一个博览会甲大家讲阮做了偌好搁过20年都无都搞出去都战败嘛当时办这个书景30年博览会就是1925年的共一年就迄年1925年迄年日本的本土才拄正式有电台放送才有迄个广播日本才开始正式因是正式，所以台湾无较紧嘛台湾一般会比日本较慢一丝台湾这10天的放送是临时的啦就是互台湾人知影讲咱日本已经较早就内地啦因为日本对台湾嘛当时是日本统治的就是讲日本当时有偌尔先进迄个感觉是要互你知影讲日本真科技真先进啊不过嘛是讲有影啦，过无偌久1928年就是过了3年尔咱原本是1925年起步互你听看觅讲啥物做电台过来啥物有做广播过了3年了就即个台湾总督府有一个做地信部地信部就是地信部传递信息做地信部传递信息的传讯息的
伊即个部门就开始咧准备试营运咯，但试营运是当即个试营运华语较实行安尼讲啦，试营运也就是若用日语来讲，叫做实验放送，一件好所实验放送。试验的就对啦，无毋对吼。当然啦，一般试营运时总嘛是要一寡即个优待，吸引大家来用嘛，无当无人听我做规半部。所以像咱较早若看网络的时阵，早期网络拄开始较可能20年前、10多年前，可能拢还有即个物件，叫做装机费、装机费。对。毋是讲你当牵一条线来就互你用，歹势吼，头一笔来先甲你收一个装机费。第二，还有即个月费、月费嘛，可以月费。对，逐个月该收钱。以前拢有这物件。至少有这2条费用。尤其咱电视啦，要用啥拢爱这物件。是，包括电视过去嘛拢安尼，所以就拢有即个特色。伊即个费用迄个时阵就是为着要推广嘛，所以互大家一寡优待，就是这2项费用当时是拢全免的。就是希望讲开台了后，大家来收听嘛，免钱的就对啦。免钱互你听，当然机器你也家己买啦，迄个垃圾收音机你也家己买。当然啦，这要拢送你啊，都奇怪啊。是过来说来，过了3年，也就是来到1931年，拄则是1928年正式开始咧做啊1931年时阵，台北放送局正式完工，就即个所在会使放送，因为这机器去正式放送，正式成立一个单位来做，成立这个单位叫做台湾放送协会。放送其实就是信号的播送，像日本的这个 NHK 电视台，真有名 NHK， 伊的公立的电视台，伊就是日本放送协会，就是这个放送 H， 就是这个放送就是放送的意思，信号的放送拢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协会就是负责处理甲广播放送有关系的代志，像讲这个叫做听取申请，也就是讲你要听广播，不是收音机准开就好啊，你要去申请。对，伊个会送互你，像咱即摆要看电视台，你要去甲伊请甲有。小可无共款是讲，照你讲，这个广播是一款咱讲播型，就是讲一款播的。你只要像咱打收音机准开，伊只要有通接收，就会使听到电台的声，对无？但过去是讲，就算你开，你嘛是家己爱主动去纳这个钱，去申請，你才会使用这台收音机听物件。才会听到声。就敢若咱若买一台奥多麦，你嘛是爱去申请这个行照，你才会使开骑这台奥多麦。照你讲，我奥多麦买，我就会晓骑，我想要你的行照，但是就这个申请的要求。咱身份的情形。过去是有这个要求，你不是讲你开准开就通啊吼。过来，这个放送协会过负责着节目的安排。录制嘛是这个放送协会的工课，像咱当日录音，伊嘛是爱负责这个代志。自此开始咧，广播电台算讲是风风火火伫咧台湾就发展起来啊！为这个台北放送局成立，成立这个台湾放送协会开始。隔年也就是1932年的时阵，台南放送局台北过来就台南嘛，不哩厉害台南放送局咧嘛开播啊过3年，台中放送局嘛开始营运啊台南、台中拢有啊，大都市拢有啊。1942年嘉义，1944年花莲，也就是讲，自1931年开始，其实全台湾的空中就愈来愈差不多拢有啊。就咧，伊毋是讲你伫台南就敢台南听会到嘛，伊有一个范围，各个县市拢听会到。有诶，拢迄个看你周边的各个县市拢听会到，所以你讲等讲东部、北部、中部、南部拢有啊，拢听会到的意思。但是你有想过无？是安那即个广播电台，大家爱听。咱其实用咱单独来讲，用 podcast 的角度来想就知影嘛。第一就是伊的内容，其实迄个时阵就足丰富啊，对，真济，毋管是气象、新闻、食谱，教你安怎煮食的，流行音乐，那当然迄个是流行音乐，甲当无共款啊，同时代无共款广告会使讲啥物主题拢有啦，就敢若咱当 podcast 嘛是共款嘛，你兴听啥，你就去听啥，你去找啥，你搜寻一下，去找一下，查找一下就有啊。像讲伫咧即个1934年，有一本叫做《台湾妇人界》，
富人介婚姻界就是互女性看的啦吼，结婚的女性看的这红仔册，有红仔册哦吼，伊就顶悬就画200图，一百就是画一个这个荷兰人吼，伫咧洗衫，电台当伫咧报气象吼，讲倒遐有风台吼，搁到位啊，风台当已经伫打吼，当时甲台湾当时安那，伊就会使。你洗衫要内衫，就知影讲当时通好收，吼，甲袂去压着雨。对，即马像咱 APP 他看讲啊，迄落吼规拍呢吼，几点会好来嘿？无毋对吼，过来就是另外一北，就是讲有一个画一个查某人伫咧煮食。吼，伊人讲指甲，吼，哪听电台即个食谱哪煮安尼，真方便。咱会看 YouTube 啦，还是看网络伫教。伊伫教安尼煮敢会糊吗？可能伊会甲迄个顺序了，好留一撮时间，互你家己会使有时间准备的款。比如讲，第一项、第二项，材料是啥物？材料是啥物？吼，大家款好袂？可能啦，我嘛毋知影，我家己是无听过。但是迄个画面嘛，不哩趣味咧。所以知影讲迄时电台放上主题，其实已经真侪款啦。对，真侪人伫收听。对，第二个好处咧是，伊无影响你做代志。对。比如讲，你当伫煮食，像咱当讲煮食，还是你伫摒厝内，你拍囡仔，你拍衫、拍棉被，收音机甲开落，你哪做代志哪听，完全无问题。对。就像咱当精彩啦，拢无影响。比如讲，你若番薯叶啊，咱会用洗的对吧？洗菜吼，菜伫遐洗过才会好食。像安尼，你无差嘛，你手头做个代志。坑遐个阵啊，声音个阵大声，哪开讲诶，拢会使吼。那 podcast 大概是较流行，较时间讲挂即个耳机啦，挂耳机伫咧听吼。嘛是共款你手头，我嘛定定安尼。像我家己若是像坐着，工课伫做找网看，对啊。像我若是坐车，或者是伫做工课时阵吼，真侪时阵我嘛是耳机挂咧，经一个 podcast 频道哪听手头工课哪做安尼，这种大家拢是安尼啦吼。对啦。当时自然是无即款蓝牙耳机。嘿啦，迄阵阵啊袂有嘿。蓝牙耳机顺续甲大家补充者，即个牙吼是即个喙齿的牙，无草字头，吼，毋是发牙的牙。蓝牙耳机的英语叫做 Bluetooth，Tooth 就是喙齿的意思。宜兰就讲喙齿啦，有的所在讲喙齿，正常叫做喙齿，但是宜兰腔叫做喙齿，咱变成咱无关一条，咱搁关一条，变喙齿。但是敢若即个词安尼，其他喙开头的袂安尼。比如咱讲喙暗，是毋是变重音？喙暗对，读即个喙齿特别奇怪，咱就是讲喙齿，咱真正讲喙齿。你宜兰讲喙齿，咱无讲喙齿，但是照正常变调是讲喙齿。但是宜兰一定是讲喙齿。这是地方语啦，无共款。宜兰腔会讲喙齿，咱遮会变较轻吼。毋管吼，就是讲即个蓝牙的牙已经正式有定名，人国际组织甲台湾拢有定名。是喙齿的牙，牙就是牙齿的牙。螺丝迄头前迄块嘛，叫做牙，准迄螺丝的牙，就即个叫做牙，叫做蓝牙耳机。即个牙是无草字头的，你若写汉字的时阵，会记迄草字头无写起哩。普通敢若印象中敢拢有草字咧吼。你迄是无迄个草字头。即嘛是无啦。当然有的人会念哪牙，因为即个字嘛有念做牙，对啦，可以，无紧拢无要紧。重点是你写字的时阵莫写草字头就对。考试的人莫写草字头啦。这是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啦。其实甲听 podcast 共款啦，就是讲收音机放出来吼，甲咱听 podcast 共款，随时你使做家手头的代志，这是较特别的、较趣味的即个是安那，应该讲是安那有即个。愈来愈侪人会想要用即个垃圾吼听广播，或者是像咱即个时代，趣味啦。咱即个时代就是听 podcast，共款意思，因为咱就免受着时间的限制。什么时阵、什么频道过去过即个问题，咱当然即个拢无。你若想要听，随时拢可以。听了讲，想要搁听第二届、第三届嘛，无要紧，搁重播就好啊。这过去电台是无法度互你安尼，这是搁较进步的所在。时代的无共款。是讲到蓝牙耳机吼，你即个打蓝牙耳机其实嘛无算贵啊，袂啦，对，虽然嘛是有即落万外箍一组嘛有啦，即落物件介绍侪人几千箍啊，甚至几百箍啊，你嘛拢找会着。当年的收音机嘛是都毋是安尼啊，当年收音机其实足贵的。对，拄出来的收音机确实是无咱来举一个例，互大家了解一下，啥物叫做贵吼？当时台湾放送协会吼，伊走去甲一个台南即个所在，台南一个所在叫做嘉义。
家里，家里哦，或者不是厝内的家里，叫做咖喱。嘿啦，我真哦，的，这就是这个台南咖喱吼，找一个叫做吴新荣、吴新荣，新的新旧的新，新的旧的迄个新，荣就是公营的荣，吴新荣，是。找到台南咖喱，找这位吴新荣医师，要来推销收音机，来推销一个安尼，因为因有这个业绩的压力，台湾放送协会毋是讲敢若负责做节目，做好你佫家来去卖收音机，讲我做足侪好的节目，恁爱有买即台才我都听。曾经嘛，你赶快直销啦，拄开始趁是趁迄台机器，毋是趁广告，拄开始无广告的时阵。置入，拄开始无广告通置入，所以就是爱卖收音机，讲我卖用这个来听。是所以咧，伊就去甲推销。当然，咱讲做医生、做神仙总是较好个啦，都算是安尼，较好谈啦。但是都算是安尼，这个吴新荣先生嘛是无啥买落手哦。安尼哦，这欠哦。一部分说伊小可欠嘛无一定，其实嘛无欠伊，就我知影伊真爱跋筊，真爱耍麻将。无迄无共款啦，麻将算无要紧，筊会当跋，毋过要开这钱开较袂落啦。所以当时即个放送协会的人是有喙讲较无断伊总算有点头啊。安尼哦，放送协会我惊伊反悔，你知影？隔工随甲物件送到因兜，随甲收安尼，送到因出来。敢若即个。什么袂使讲名讲出来，是 P 什么 home 迄个24小时服务迄个24小时服务迄个，随甲你送甲恁兜迄间咱名无甲讲出来，欢迎即间公司来下广告啦。你若是广告，我就甲你全名讲出来，共款意思。你甲讲好，伊隔工就甲你送甲遮来。赶紧啦，有钱好趁。即台收音机到底有偌贵？咱歇困者，咱们搁来了解。好，咱继续转来，咱都讲到这个吴新荣医师，住伫台南咖喱的吴新荣医师，是，伊当初是这个台湾放送协会来甲推销，来甲推广这个伊的这个收音机，无可奈何甲买落来，小可半买半强迫啦，所以就买落来啊，买落来了后咧，到底开偌济钱到底是偌贵？咱来继续来甲了解一下。好，当时送来的是国际牌收音机。迄足有名的 Panasonic 嘛，所以国际牌嘛，应该是迄个时阵咧，迄台收音机价值75块，75块有偌大？我以前的钱足大咧。75块偌大讲实在，咱当时真歹分辨啦。不过咧，咱摕一寡资料来做参考，较好了解。根据这个1937年的台湾家计收入调查，台湾家计收入调查，家庭计算的这个收入调查伊个有分这个内地人甲本岛人。内地人就是住伫台湾的日本人，当初是日本时代真侪日本人来到台湾来住，移民来遮，或者就是内地人。本岛人呢，就是台湾人啦。那是以这个中产家庭、中产家庭，讲出来生活了，有一定的水准，过哩有一定水准，袂使讲是艰苦人。生活还可以。中康，即摆咱来讲中康。小可就是用上钱通用，即款的家庭来讲，小康啦，毋是中康。中康里面，我是毋捌听过，佫较好个就粗康是毋是？粗康又无啦。那当时有即个嘛？小康，小康啦，毋是康啦，小康，小康中产家庭啦。一个月即个收入差不多伫40块以上。就算即个中产家庭，所以就2个外月以上啊。当然，职业无共，收入嘛会无共，这是一定的那伫咧即份调查内底，上关级的是伫咧即个超过150块一个月。这是算袂少钱哦。当时台湾人伫咧学校教册，收入算讲是袂歹的。做老师啊，做老师的是东西，做教师算袂歹，做先生的。先生啊，平均的薪水是一个月87块，佮较加一丝丝啊。87块嘛袂少哦。我也开始讲安尼是真正贵。但是这是所有教职人员的平均。意思就是讲，这个收入袂歹是袂歹这是包含着校长、
主任甚至是教授即款等级的嘛，拢算在内。全部加做伙平均才是87块。啊，若是一般的教师就迄落学校伫教的，甲比如国小啦吼，较早做国校啊吼，还是国中即款的，是无遐悬啦，吼，无可能较悬，一定是较低。确实讲，嘿，你若是公学校，啊，佫是菜鸟啊，吼，你这教师即个先生是菜鸟啊，差不多20外箍。有影安尼开始讲，所以讲，你要买一台收音机，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可能要2-3个月的收入。为什么会遐贵哈？拄开始出来啊！当时的收音机无像当细细台一台，当时收音机足大台的哦。我有印象。你较早还是捌看过的款吼，做大台，就较像咱过去有人看电视剧内底有一款较早的电视，我嘛拢足大台的啊。甲有一个拄仔迄个感觉，较早的收音机嘛，看起来敢一个拄仔共款较大台，吼，真大台安尼。你若换成现代吼，买一台收音机可能要8万至10万台票啦。你想讲，虽然讲毋是买袂起，讲实在总是买会起，但是若逐个要买吼，一定嘛是再三考虑啦，一定考虑真久安尼，感觉有需要吗？嘿，毕竟这毋是一个生活必须要的物件，毋是费用品啦，毋是即个必用的物件吼。讲无这都无得生活，无这个代志吼，所以像拄则咱讲的即个5星型医师，人嘛是分期付款才买落手，或者讲一台收音机有偌贵啦，安尼再讲75箍是偌贵安尼吼。根据即个1943年的统计吼，1943年过2年，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吼，台湾都离开即个日本的统治啊。迄时阵全台湾广播电台收听户，那是因为。迄个大无共款，咱蓝牙耳机拿个耳机是一人一副，甚至一人几落副吼。伊这当时吼一口罩有法度有一台就足了不起啊嘛吼，一台足贵的，或者收音机，所以咱是用这个家庭户数来算的户数，一户一户安尼。所以迄个时全台湾广播电台收听户总共是99,484户，算讲人数济哦，户数啦，咱这算户数，占全台湾户数的。8.7%，一成都无够哦！已经日本时代这要结束啊，一成都无够，因为毕竟伤贵啊。买袂起啦，安尼讲较紧。也就是讲，全台湾无甲一成的人厝内有收音机啦。拄则讲的即个，我要10万户吼，拄仔讲99,484户，我要10万户，这收听户内底，日本人占一半。咱拄仔讲住伫台湾的日本人，因家己可能较好个啊，因的薪水真悬，因的薪水比日本的日本人较悬哦。这是无相共款啊，上低端就台湾人啦吼。对啦。所以你若是即个日本人拢甲摕掉无准算吼，剩4万外户是台湾人的收听户，就4万外的家庭有即个厝内有即个收音机啦，占全台湾的即个全台湾人的即个户数吼，咱两个日本人拢摕掉无准算来讲，敢若占4%尔，非常之低。因为都买袂起，安尼讲较紧。意思啥？意思就是讲台湾人有条件买好即个收音机，甲放踮厝内的人。是非常之少啦，所以你若即个若爱开钱买即台收音机，因为你逐个月还佫缴即个收听费，还佫纳月费吼，但是毋是讲你敢若买即台都无代志啊。当时台湾人甲日本人吼，其实讲实在无遐平等啦，差别真济，所以就是有即个问题。同款的工课，台湾人拢差不多爱减。伫台湾的日本人3成较低。我查，平你即个工课，共款的一个工课，你若日本人你趁100箍，我敢若40箍无够，同工不同酬啦。对，同工不同酬，日本人是地位会较悬，确实有即个差别咯。敢若因为就是迄个因为你是台湾人，你就较少。国籍嘛是算日本人哦，迄时国籍算日本人哦。是哦。但是你就是外地殖民地人。你就是本地。你毕竟就是殖民地人，殖民地。你毋是我本岛人，我毋是内地人，嘛是有差有即个差别吼。当然啦，你若是查某吼，就可能还佫较少，佫较少啊。所以咱定其实像咱家己啦，定讲，即个日本时代对台湾产生真侪影响因为咱伫咧过去的即个节目内底嘛，真侪讲到即，包括即个地下水的系统啦，毋是地下水啦，即个水道水道系统水道水即个系统啦，佫有即个浸温泉即个习惯啦，佫有咱佫有讲过即个日本时代学台语的即个
风俗，即个事件的代志吼，等等，真侪甲日本时代有关系的变化吼。咱知影讲，日本时代对台湾真正产生足侪影响的，互台湾更较紧进入现代化。吼，伫咧战国时期，台湾是早期的好处啦。是，但是咧。我嘛必须来讲，殖民就是殖民，吼殖民呐，对，殖民毕竟就是殖民吼，伊的本质其实无变。吼，当然台湾可能较好运一丝丝啊，就是讲伊愿意甲即个建设用伫台湾，吼，不管伊为着什么原因，为着什么理由，伊有做即件代志，但是殖民的本质其实是无变的。吼，我介绍真侪甲日本时代有关系台湾的变化，毋是讲咱就讲日本外好个，毋是即个意思吼。伊内底共款有真侪无平等的所在。吼，殖民时代就是安尼，台湾人就是安尼。吼，我较早嘛拢讲伊若做啥物工头摕物件创啊吼，日本警察掠大人掠着，嘿，管番仔油那，其实因过去就是捌看过这个代志，吼，因有这个经历过吼，所以因知影讲。过去的辛苦的所在啦，一概你就知影啦。嘿，是，所以咱知影讲，其实真侪台湾人嘛，经历过这艰苦的时阵，吼，毋是讲敢若有进步的所在嘛，有艰苦的所在。对。咱伫节目内底讲日本时代这个变化，吼，主要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当时这50年其实台湾的变化非常之大，吼，甚至会使讲较歹听讲，反正比更较进前的100-200年更较侪变化，吼，这50年来，因为进入现代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真无共款，真侪物件嘛，其实嘛流传到现代，吼，过去真侪制度啦，比如讲咱搭伫使用这水道水的系统，真侪佫是当时留来较大哟，吼，所以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嘛，希望讲大家使了解讲，咱伫做这内容时。毋是伫咧即个歌功颂德、歌功颂德，毋是讲，嘿，毋是讲做到偌好毋是这意思，只是讲，无这代志吼，咱是希望讲带一个头引起大家的兴趣，讲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咱当看现代生活上原来过去是过去留落来影，这就做历史啦。是，真侪咱过去，咱当生活中。你已经真惯势的物件，其实过去是安怎发展出来，是真趣味的。希望大家对家己在地历史更较了解，或者引起大家重点，是引起大家兴趣了。后壁就是恁家己的功课啊，要去做研究，你兴趣什么，你去做更较侪研究，迄就是你家己的功课安尼。好，来，咱讲转来即个广播本身，好，咱拄则就算讲加上伫台湾的日本人，全台湾无甲一成的家庭有收音机，好对无？大家若是安那买袂起吼，买起即个收音机的时阵要安怎创？你想看觅？都大家你若阵的时，我今日来听，斗听。真巧！伊早你当时就是会去共听。无啦，伊早吼，这就甲阮古早话句讲古早，电视拄出来的时候，几十年前，嘛是共款意思。较少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例子，我的至亲伊两阵有电视，我厝的无。伊徐金木看偌久偌遥远的电视，迄个讲球啦吼，我安尼讲，大家拢知我的话。人阵讲球，迄个世界红，毋是红叶，啥我袂记吼。半暝后很好笑，因为美国去边比赛。是。阮半暝后起来去迄亲戚因兜有啊，阮当咧规定去因兜看全部去伫因兜看讲球。等看讲球啦，棒球比赛。对，就像你讲的共款，共款意思啊。过去电台嘛是安尼，有法度买收音机的人真少啦，吼，所以当然是听别人兜的嘛，就是安尼。就规个椅啊，来个。只是讲因听啥，咱就对咧听啥。当然咯，人主人嘛，嫌正嘛，所以即句话咱之前嘛捌解说过啦，用伫遮拄啊好安尼。人若愿意家己这个收音机调互大声，吼，互大家听会着，做伙听，咱就好好讲感谢啦。吼，有即款的厝边甲隔壁算讲。你家己毋免落灶骹嘛，免捌油鼎就通食。伊再讲做敢若做分场啦，分场吼，确实就是即个感觉。会真慷慨啦，大方啦。当然咱会讲分享啦，吼，大家真大方来分享，就是分场的意思。伊再咱古早人拢讲分场，迄个人叫分场的安尼。可能啦，那即句话有的人应该是听无，分场是啥？较无伫用，对哦，除非就是像你对台语有一寡注意吼，还是古早有伫用过，小可有印象啦吼。老岁人较会讲。即个台湾放送协会的电台放送到什么时阵结束咧？伊伫咧1945年，咱都讲1945年，其实就是日本战败迄一年，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迄年。迄讲是即个新历的8月15正中昼，全台湾的收音机拢传出
即个重大的消息，要求才会听到广播的民众，毋管你是伫厝边隔壁听到，路会听到的，反正你就是所有听到的人，毋管你当时伫咧创啥，先讲好你手头的代志，全部徛好详细听。即个广播内底就说明讲，刷落来会播送即个天虹乐音。天皇语音，就是天皇的声。日本国歌先放，放煞了咧，就是昭和天皇，昭和天皇。念，迄个时阵是昭和天皇，迄个时代，昭和时代嘛。先顺便甲大家讲者，你要称呼天皇的时阵，伊迄个时代名虽然定做，比如昭和的时代定做昭和，对无？但是当时你袂使叫伊昭和天皇，迄是死了后才会用的。比如讲咱进前一个时代是平成。变成天皇袂使就袂使讲变成天皇，伊也袂过身，伊人还搁伫哩，特别安尼讲，你嘛大家了解一下。但是当然就是讲昭和天皇啊，人伊个无伫哩啊伊就是念出战争结束啊，搁有日本战败教书，这教书就是讲我战败，我会写一篇文稿，互大家了解安尼。这是台湾人头一擺伫廣播內底聽到天皇的聲，捌聽過正式聽到天皇的聲。不過這也是最後一擺啊，因為日本戰敗啊嘛，所以就剔出啦。自此開始，台灣當然就進入另外一個時代啊，日本時代就結束啊。當然佢也是新的苦難啦，新的代誌後壁代誌，咱大家嘛攏知影，咱以後若有機會嘛會講到啦。日本時代咱廣播就先講到這，所以來我要來開一個頭。但是這個故事我袂甲講了，因為咱擱後一集。伊是因為咱這集佇咧講日本時代台灣放送的演變，我就想去講有一個甲廣播有關係的故事。這個故事咧，毋是發生佇咧台灣，伊就是咱拄剛開頭先講的，發生佇咧美國。這個火車人的代誌，但是所有你只要學過這個傳播學、傳播學、傳播理論、傳播學這個學生啊。基本上一定攏會知影即個歷史事件，這是真實的事件。對，捌講過，叫做傳播學的經典。無毋對吼，傳播學的經典吼，因為伊是傳播即個工具，像廣播啦、電視啦、新聞，其實有真大影響力的一個證明。必須要互大家一定要知影，因為佇咧即個吳新榮醫師買下迄台收音機的同一年，佇咧美國因為廣播放送的內容造成傳聞啊，造成120萬人認為火車人入侵地球，要攻打地球，世界要末日啦，要末日了。1938年的時陣，吳新榮醫師迄時買下迄台收音機，同一年佇咧美國，因為廣播放送，咱講造成即個120萬人想講要世界末日啦吼，因為安尼來陷入驚嚇，甚至出現即個爆發款要去逃難啊，要走咯，甲路的規個攏塌死啊，要走路啊，這一切就敢若因為一出廣播劇，號做世界大戰。恁但無法度相信講，一個即個廣播劇嘅造成，大家去逃難，100多萬人去逃難，這就是誤聽訊息啦。到底1938年的美國為着廣播來發生什麼代誌？火車人、火星人入侵，這樣鹹的故事，是安那會造成美國人的逃亡咧？互咱後一集，互咱這頭一遍啊，跳出台灣來聽看賣美國歷史上的廣播大事件。咱這集咧就到這告一個段落。期待後回再相會後集。咱今日講的是主要是這個台灣的廣播，台灣日本時代的廣播和電台放送的開始的發展的方式是安怎來的？當然嘛，講到這個吳新榮醫師嘛，講到這個75塊的收音機到底是偌貴？大家想不出來迄個是迄個價值偌貴。好啦，唔知影大家對這邊的故事有什麼款的想法咧？這一集的內容你聽到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麼款的指教甲建議，攏歡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或者是你收聽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攏會使。Firstory 應該嘛會使。Firstory 有無？我袂記得。你毋免一直講嘛，希望大家會使留下這個5粒星的分數，互阮一寡鼓勵。這就是咱今日的這個故事，還有我的這個
疫情关伫厝诶，即个这个情形一寡资讯大家参考。这若较直咧讲法，就说着济啦，着济啊，即摆就是着另外就是讲话着传染啦，当较现代讲传染啦，当然较直接去讲话着就知影啦。对啦，话就是污秽诶秽，话着。啊，即马就爱讲，算讲着嘛无稀罕啦。对啦，讲实在是安尼。我希望讲大家莫惊吓，做好准备就好。其实无足严重。啦，无啦，拄着就是面对啦，因为敢像快就敢像流感，我们要有心来接受。甲伊相处，当然与毒共存啦。系啦，但是真侪需要准备，家己嘛是需要准备尽量注意啦。生活嘛是爱过。对。好，咱今日这一集就来到这，咱这个出关了头一集，我来感谢大家收听，多谢收听，是后礼拜再相会，好，拜拜。